这张图片呈现的是一段关于宗教修行的法语，标题为“求道之真意”，内容源自济公活佛的词语。以下为图片中文字的完整朗读内容。济公活佛词语：求道之真意。求道就是求回天的一条明路，求出生死的一条路。求道就是找到生命的真我，求道就是找回生命的真我，求道就是要回复本来灵性的光明、清净、纯真、纯善、纯美的性灵。求道就是找到回天的路，求道就是要求的还乡之道，知道天道就是回乡还乡唯一的道路，依循着这条路而修而行。这段文字主要在阐述求道的本质，强调寻找自我真本性以及回归心灵故乡的重要性。需要我为您进一步解释其中某段话的深层含义，或是将其翻译成其他语言吗？